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坛前。让我们预备心来祷告，也为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安排运作，来向上帝献上祷告跟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歌颂你。让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因为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是你所喜悦的。愿你恩待我们，在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崇拜，让我们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你的坛前，蒙你的悦纳。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也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在任何地方，愿你都与他们同行。谢谢你施恩来看顾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运动安排规划，都按照主你的旨意来进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准备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Test 1, 2, 3, 1、2、3、1、2、3。OK。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公义的天父，你喜爱公义公平，遍地满有你慈爱，诸天借你的话而造，万象借你口中的气而成。今天我们主日来到你面前，存敬畏与感恩的心敬拜你，求你让我们的浮动的心可以得以安静，使我们专注的可以仰望你，让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敬拜都蒙你悦纳。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引导我们进入真实的敬拜，看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圣灵许可，接下来我们一起用诗歌赞美，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好，那圣灵许可，我们就一起来用希灵粮诗选第95首不住的歌唱，一起来敬拜赞美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
旧约556页，诗篇23篇，旧约第556页。开头由诗会，然后第2段有会众应。好，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公道。为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祷告，愿基督信仰人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卫理公会北2教区平安堂林天福牧师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牧者同工合一，身心健康祷告。为春夏季来临，台湾有足够雨水，土地得到滋润及万物生长祷告。为国际局势变动，求主使全球各地战争止息，恢复和平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做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他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经课，请王以婷姐妹为念诵。今天的经课在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42到47节，在教会圣经166页。新约的彼得前书第2章19到25节，在教会的圣经第337页。使徒行传2章42到47节、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47节，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彼得前书2章19到25节、19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20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仍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仍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22节，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以上是上帝的话。谢谢怡婷姐妹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接下来经文在哥罗西书3章23到24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第222页。哥罗西书3章23到24节，教会圣经第222页。好，我们比较短，我们一起来诵读，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接下来献诗，请诗班。
谢诗班为我们带来美妙的歌声。正道，今天邀请的讲员是基甸会副理事长郭雪莉弟兄。今天的题目是信心的行动。对是。感谢神的恩典，因他的爱，使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殿，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并来分享主借着他的话语所成就那美好的事工。然后谢谢牧师和弟兄姐妹你们爱心的接纳，让我可以代表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全体的会员来向各位请安。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先同心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神圣的主日，使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圣殿敬拜赞美你。感谢你在过去的年日有你的保守与看顾，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你都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大大的运行，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并且用信心和行动来回应你的呼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的恳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今天的经文是使徒保罗当时写信给小亚细亚的哥罗西的教会的一封信。刚才我们的那个诗会已经有读过，我想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是不同的版本来。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作为赏赐。你们要服侍的是主基督。当时在哥罗西教会，他受到异端教导的影响。有一些错误的教导，包括他当时遵守律法旨意、崇拜天使，以及过度的注重禁律的旨意等。保罗写信的目的，强调基督的至高性与足够性，并教导信徒要如何在基督里过着得胜的生活。在哥罗西书的第3章23、24节是今天的经文，他就是对着仆人的劝勉。奴仆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层，他们的地位是低微，许多的奴仆可能只有在他们为他们主人工作的过程中得知了福音。保罗在此也教导他们，无论工作上多么的卑微和艰辛，他们的服事不是单单只为了地上的主人，而是要为了天上的主。他们真正的主人是基督，他看重忠心的仆人，并将奖赏永恒的基业赏赐给他们。保罗也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他是挑战信徒转变视角。我们不再以地上的人为侍奉的对象，我们必须以基督为我们的服事中心。这样的心态会让人超越当下的环境和不公平的一些对待，凭着信心的行动，知道神是最终的赏赐者。那我们该如何学习信心的行动来荣耀神呢？首先，我们必须以主为中心的工作态度。在经文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续集的重点在我们的工作和服事中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行动不仅仅只是为了讨好人，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这里要求我们要抱持的忠心、谦卑和诚实的心。我们在旧约的圣经中也看见约瑟的例子。约瑟因为兄长的嫉妒，他被卖到埃及。约瑟的处境
是从他本来是一个受宠的儿子，到卑微的奴仆，他成为埃及护卫长波提梵家中的一个奴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巨大的身份转变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他不再是父亲的宠儿，而是一个失去自由、毫无权利的一个奴仆。然而约瑟并没有因此而埋怨或者是放弃，而是选择忠心地完成他的工作。他在波提梵的家中，约瑟的态度和行为是彰显了他的信心与忠心。圣经有记载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一切都顺利。约瑟虽然是奴仆，但是却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毫无怨言。他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是低微而敷衍了事，而是他是用尽心尽力来完成他分内的工作。因此，他在波提梵非常信任约瑟，将整个全家的事务都交给他来管理。圣经记载说，波提梵将家中的一切都交由约瑟来处理，除了自己所吃的以外，别的事他一概都不知道。这也表明约瑟的工作的能力和品格是受到极高的评价。约瑟的忠心与正直值得到了神的祝福。他不仅手中的事尽都顺利，也使波提梵的全家蒙福。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他束缚那埃及人的家，也就是波提梵，凡家里和田间的一切所有的都蒙束缚。约瑟在波提梵的家中，他是以主为中心的工作态度，也为我们立下了一些好的榜样。即使他身处在艰难，也要忠心地完成了本分，并相信神掌管了一切。透过这种态度，我们不仅能够来荣耀神，也能成为他人的祝福，甚至在神的计划中是被大大的使用。我要来讲一个威廉·凯利的故事。他被称为现代之父，因为他对新教的热忱、开创性的事工，以及他以主为中心的工作态度，他深深地影响后世基督教宣教的运动。凯利他其实出生是在一个英国一个鞋匠，就是做鞋的家庭。虽然他的身处是社会的低层，但他深受那个大使命的感召。他坚信基督要命令信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并呼吁基督徒要打破当时的冷漠的心态，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即使他面临了来自教会的质疑甚至反对，但是他仍然坚持神的呼召。他前往印度，成为第一批跨文化宣教士之一。当时凯利在印度的事工中，他也面对了无数的困难，包括他的经济拮据、家庭的重大的损失。他的妻子当时是精神上有失常，他的儿子又夭折，他本身的健康又出了问题，以及他在印度的文化和语言的差异。然而，凯利他从不动摇对神的信靠，他持续的专注于神的国度事工。他的座右铭就是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这句话也成为他工作的核心理念。无论环境多么的艰难，他始终相信神的旨意必会成就，并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完全的奉献于神的事工。当时凯利他以翻译圣经是帮助印度人民了解福音的重要的途径，因此他一生学习多种的印度语言和方言，并将圣经翻译成为多种语言。这种专注于福音的核心的努力，显明他将基督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第二，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工作的表现，在马太福音的5章16节，他这样说：这样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你们在天上的父。信心的行动不仅荣耀神，也能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应该是吸引人来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在旧约圣经中，但以理的例子，
但以理和他几位犹太的贵族的少年，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掳走。他们被选入为巴比伦王室训练和计划，要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化和知识，准备来服侍尼布甲尼撒王，以俘虏尼布甲尼撒王的朝廷。虽然身处在异教的环境，但是但以理他坚持对神的信仰，并以卓越的能力和无可指摘的品格，为主做强有力的见证。当但以理和他3位朋友被要求吃王的膳食的时候，他们拒绝不要玷污自己，他们仍然选择神要他们遵守的律法，他们以出试菜和喝清水，他们的信心行动蒙到神的祝福。10天以后，他们的面貌比其他的少年更好更佳，他们的智慧也超过了许多的人，超过众人。这也表明但以理即使在微小的事上，也以神为中心，他保持他的忠心。另外，当尼布甲尼撒王梦到这个大象的梦的时候，但是他却忘记梦的内容，没有人能够解梦的奥秘。但以理借着祷告和依靠神，他得到梦的启示。他向尼布甲尼撒王清楚地表明，他说这个奥秘不是因我的智慧胜过世人，乃是神要向王显明将来的事。所以他透过这次的解梦，但以理不但解决了危机，还高举见证神的能力，让巴比伦王的君王承认神的主权。但以理也因为每日向神祷告，他被控告违反国王的禁令，他最终被丢入始祖坑。我想大家对这个圣经非常的清楚。然而神差遣天使封住狮子的口，保全了但以理的性命。这件事也让大流士王深受的震撼。他不仅承认但以理所侍奉的神的伟大，他还颁布了一个诏令，他说但以理的神是永存的神，他的国是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朝廷中，不仅以优秀的工作表现和智慧得到了君王的信任，他更以他的忠心和坚定的信仰来为主做了极大的见证。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忠心于神，忠于神，无论我们身处在任何何种的环境，我们都能为主来发光，荣耀他的名。基甸会的信心的行动的见证，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过去120年来，有3次的一个非常信心的一个行动，也让神持续的束缚我们的一个基甸会的事工。在1898年，当时有2位的一个商人，就是还有一个尼克森，他们同住在一个饭店，因为那间饭店客满，所以他们被要求同住在一个饭店。当他们晚上一起要睡觉之前，他们互相才知道彼此都是基督徒。他们深夜的深谈，他觉得说，在饭店里面就是缺少了可以读到神的话这本圣经，所以当时他们就有这种心志，想在饭店来放置一本圣经。在隔年的时候，他们邀请了一位也是基督徒的商人一起来成立这个基甸会。当时基甸会成立的时候，起初都是旅行的商人。首先，他们要考虑到的问题是，自然是会员要如何时常在住宿的旅馆里面可以读到这本圣经，因为当时在旅馆当中也是有许多的一些社会上的引诱，所以他希望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因为这本圣经能得到来抵挡这些的一个诱惑。所以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说，最少在饭店的柜台处能够放置一本圣经，也让每一个住宿的不管是基督徒能得到。当基督徒离开的时候，让客人也可以随时来借阅。即使基甸会员离开了，这本圣经能留在饭店可以来做见证。所以理事会在1907年的10月19号的时候，他们在芝加哥举行会议时的时候，他们慎重的去考虑这项的改善事工计划。他们想说，只有在饭店的柜台处来放一本圣经，好像似乎不够。其中有一位国际理事甚至于进一步的建议说，
基甸会是不是在美国的各个旅馆每个房间都来放置一本圣经？他补充说，在我看来，这样不但可以激励每个基甸会员的参与，而且可以将是蒙神的祝福，并符合基甸会的神圣的使命的事工，就是要让福音传遍每个地方。此项的计划在1908年在肯卡基州的路易维尔举行的会员大会中来通过，就是本来在柜台放一本圣经，现在计划在每个房间都在放一本圣经。但是你知道吗？在1907年第一次提出这个在美国的旅馆放置圣经的建议，当时国际基甸会的总会的银行的余额只剩下132美元。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件事。但是基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甸会、每一个基督徒基于对神的坚定的信心，所以隔年在1908年在路易斯的维尔举行了全国的会议上，决定放置在美国酒店的每一个房间的计划。感谢神，神也荣耀了我们的信心。几个月之后，我们在塞德拉普的德士举办了一个牧师宴的联合会议中，有一个牧师来提议，他说让牧师的联合会来负责筹措在塞德拉普的一个前世的酒店的放置圣经的费用。所以你们看到了吗？开始从1908年以信心的行动开始在旅馆的放置圣经的计划，已经成为我们最尊贵、最珍视的一个证件的管道，一直到如今，并且到现在为止，众教会还继续的来负责为我们赠送圣经的印制费用来有所奉献负担。是的，神总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信心。另外有一项的一个信心的见证，就是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在经济面临大萧条，在纽约的证券的交易所，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把他们清算出局。不久，美国有许多的银行也宣布破产了，而失业率更高达令人震惊的30%。在当时担任国际基甸会的国际理事 Jason John， 这位先生在我们的理事长，他在密西根全国会议当中，他说这是基甸会成立以来最令人沮丧的一个时期。最后他还带大家一起来唱一首《信心战胜了世界》。在接下来的2年，从1930年到1931年2年的时间，会员的人数下降，圣经赠送也下降了52%。但是在隔年，圣经的赠送又恢复到正常的水准，而且在那一年的年底，我们的财务并没有出现出租的情况。所以你们看到吗？就像那一天在会议当中，所有的基甸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唱那一首诗歌《信心战胜了世界》。我们仍然坚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另外，在1941年1月份的时候，国际理事会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说计划在美国的军中的部队来赠送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尤其在部队里面。但纪律书记载，这是一项信心的完成的一个信心的行动。理事会就在那一次开会的当月的月底，就开始印制了5万本的圣经，并在隔年的4月底，我们到珍珠港的军舰上面举行了赠送圣经的仪式。而在那一年，就是1941年12月7号，日本400架的飞机去攻击珍珠港的海军基地，摧毁了大部分的一个海军的军舰，杀死了4000名的这样士兵。但是遗留在许多士兵身上的新约圣经，却表明了许多士兵已经在该书上的最后一页签下了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的救恩计划。看到了吗？这就是由于国际理事会在1941年，我们大胆的一步完成是以信心的行动，而导致于4000名的军人避免进入那永恒的救主。基甸会在中华民国在过去的69年，我们的成立是在1956年，今年其实是70年。在过去的69年，我们也有一次的一个信心的行动。
我们希望能够在5年内的所有的圣经的一个印制费用能够自己自给的成为一个会员国。所以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的我们每一年的印制圣经费用1400万，其中还有差不多900万必须要由美国国总来支持。所以我们当时就计划说，未来希望在5年内能够完成把这个印制圣经的费用由台湾自己来筹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因为在1889年，其实当时国际基督会在全世界已经有130几个会员国，其中达到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就只有9个，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德国、挪威、瑞典、南非、芬兰，涵盖了4大洲，唯有亚洲没有自给自足的会员国。所以我们当时就用信心的行动，想用信心的行动来完成我们计划，使中华民国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个能够在印制圣经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个会员国。感谢主，我们在1994年，我们终于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印制圣经可以由我们的基督会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热心的奉献，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印制圣经可以完全用我们自己的奉献的金额来印制。到2001年7月份，我们正式在国际理事会里面被接纳成为自给自足的会员国。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以信心的行动来完成这件事情。我想基督会的服事是用信心的行动，神借着基督会的服事，让许多的基督徒有机会来参与这有意义的事工。我们用全球化的眼界，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努力的来经营这个事工，好让我们的这个福音不单只是在国内，我们依然可以到全世界来赠送圣经。中华民国是在1956年来成立，如今到今年已经是69年，今年是70年。我们借着这本圣经，将神的话传遍在每一个地方。我们也借着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在过去126年来，国际基督会的事工可以就是教会新世纪的一支膀臂。因为基督会它是一个事工团体，它不是一个教会。我们借着赠送这本圣经，让人得着这样信仰、领人归主的时候，是带到教会来接受教会的牧养。所以我们每个人很清楚，我们就是教会师资的一支膀臂。在台湾，在全世界每个地方，我们都来赠送圣经，领人归主。基督的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领人归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借着联合的侍奉，我们联合众教会的弟兄夫妇出来为主来做工，为主多结果子。我们邀请爱主的弟兄夫妇姐妹们勇敢地踏出来为主得人。在圣经中有记载，耶稣看见人困苦流离，如养无牧人一般，所以他怜悯他们。对我们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是的，今天我们其实有许多的工人，但是缺乏去做工的人。台湾的基督徒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的比例不到7。我想还有许多人在寻求那独一的真神，就是希望要有更多人来传你的福音。所以基督会就是联合教会中有负担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一起起来，实践主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就是要将福音来传遍。第二就是个人的见证。以赛亚书中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其实主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有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到每个地方为他来传救赎的福音。所以每一本基督会的会员的圣经，每一本基督会印制的圣经后面都有一个救恩的计划，就是鼓励我们每个会员将你的得着这个救恩的过程、你的感动写在当中，来分享你送给这个人，这个未信之人的拿到这本圣经，因你的见证而来感动，来认识这位主，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基督会员做个人的见证，用你个人的见证来领更多人来归耶稣基督。我们也将这本圣经来送给更多的人。基督会的赠送圣经有5大的目标，我们就是在学校、医院、旅馆建立经营与护士。我们有一个
的一个护士的一个赠送圣经。每一个基督会员都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使人有益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将这本圣经送到学校，借着学校的演讲，我们在演讲当中就把这本圣经，今天的圣经送给学生们，让学生可以从国中以上就可以拿到这本圣经。我们从1992年台湾中学以上的学校接纳基监会的讲员到学校去演讲，我们现在大小的场次已经有超过8000场的演讲，我们也送出了将近700万本的圣经。这700万本的圣经，让更多的学生因而可以得着神的话。我们不单在学校演讲圣颂圣经，我们也在校外，尤其现在是一个少子化的时代，我们甚至在校内的演讲自授圣经，也受到一些其他宗教上的对学校抗议而受到拦止。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放弃，因为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就会在校外利用学生下课的时候来赠送圣经，也让他们能够在校外也可以拿到这一本圣经。这是一个圣经校外赠经的一个这是我几年去小港的一个中山国中当这位同学莫同学我上给他生日的时候是他国3，当他在等他母亲来接他的时候，有时间我就叫他说，你怎么知道读圣经吗？他说不晓得。我说每一本圣经的前面都有我们的手印，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平安的时候要读什么经文，你恐惧的时候，你忧虑的时候要读什么经文，我就打开这个经文叫他就教他如何去读，然后有跟他留下联络电话，一直在关心他的功课。他是一个独生的主，父母亲都是佛教徒。然后在隔年的时间，他已经升到高中了，就是因为我送给他是国3，隔年的时候已经到高中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高中你是更需要一本所谓的中英圣经，就是可以加强你的英文的学习。他说他 OK， 所以我就他一个他下课的时间去送给他这一本中英的圣经。关心他在这个送完的时候，关心他的功课，关心他的学业，关心他的境况。你看他长大了，关心他的境况，最后用神的话来引领他。最后我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来受洗，来接触成为神的儿女？”他说他愿意。所以在当天，我就在校外的门口带他做节制，并在圣经的后面签下他的名字，正式成为神的儿女。目前他已经在小港的一个教会里面聚会。感谢神，这个就是我们在正经活动的一些活动。我想不单只是得着了这些孩子们，神也让这本圣经来带领更多人。这是2004年我们在花莲的理想大地举办了全国的联会，其中我们特别邀请了那个花莲美人浸信会的蔡志坚牧师来做见证。他之前就说他在17岁的时候，就是他高中准备要进入大学的时候，他非常的由于烦恼，到底他是不是再继续的往上读？因为家庭的经济实在是不好，所以他说到底我把书读到这边，还是再继续往？所以他非常的忧虑，晚上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就非常的烦恼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有一次我下课的时候，有一个人把一本圣经，把一本书送给我，他就从他的书架把这本圣经拿下来。神对他说话，我画起来红色的部分，就是神的。他忧虑的时候，你要读哪些话语，引领他？神的话语。让他知道他人生的道路。他最后完成了大学，读到研究所、硕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毕业之后，他有在大学做副教授任教一段时间。但是神的计划是没有停止，继续的感动他。当他觉得说我成为基督徒，我的家人成为基督徒，但是他觉得不够，他愿意来也委身在这个神主的事工。所以他就最后去读神学院，最后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现在在花莲美人浸信会是一个对大家的教将近2000个会友的一个教会，他在那边服侍。这个是他在我们基甸会的联会所做的见证，也就是我们所赠送圣经出去所结的一个好的果子。他不单可以让他信主，还可以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我们将神的话送到医院，大家都知道，医院其实有许多的病人，有许多生病的人，他们更需要神的话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就会将这本大致的中文送给这些医院的这些生病的人，让他们可以借着神的话成为他们的帮助，好让他们在生命当中有神成为他们的最大的力量，他的盼望。我们不单只是给这些病人，我们也将神的话，就是
我们有送给这些护士、医师的这本圣经。大家知道，护士跟医生每天跟病人在一起，实在是也是非常的征战，但是更需要神的话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也将这本圣经送到给这些医护的人员。我们也将神的话送到旅馆。我想旅馆不单只是我们的旅行，还是出差的休息的地方。在旅馆中我们有很多的一个见证，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提。我想我们把这本圣经送到旅馆，接着在旅馆可以让人在休息当中说，有时候他坐底3人可以休，但是有些人在投入到旅馆的时候，他是面临人生的一些困难，有些人是婚姻的问题、感情的问题，有些人是经济债务的问题。他其实在旅馆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有人想在旅馆结束生命。很奇妙的，就是在旅馆这本圣经也救了无数的人，这些见证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有放在网上的一些网上的见证，就是因为这本圣经，让许多人他在人生面临到最大抉择的时候，神的话来帮助他重新走出他人生的另外的一面。所以我们将这本圣经送到旅馆，我们也将这本圣经送到监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希望这些受刑人拿到这本圣经之后，能够早日的能够得到救恩，也能够早日的革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也将这本圣经借着基甸会送到监狱，我们也将这本圣经送到军中，让军人在保卫国家的时候，他们也受到极大的工作上的压力的时候，可以借着神的话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好让他们在保家卫国的时候，有神的话成为他们最大的依靠。我想，我在这边也特别要稍微说明一下，其实，在中华民国在2011年，我们现在正式成为新兵训练中心第3天的讲员。我想我们今天的4位，我刚才稍微了解，他也是一个军人。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进到军中，成为军人新兵训练中心的讲员？这是真的是神为基甸会所开的一条道路。在2011年，我们就是被国防部认定，我们基甸会能够进入到新兵中心第3天，为他们来分享一些讯息，并送给他们圣经。是因为在北部有一个新兵中心，每一年当新兵进去的时候，不是闹逃兵就是闹自杀，所以那个营长非常的头痛。他觉得是怎么要去处理这个事，因为每一次都要写很多的报告。有一次当他很头痛的时候，有一位他的军人就告诉他：你为什么有一个非常好的团体，他们常常在很多地方演讲，我们为什么不尝试请他们来演讲？在营长没有办法之下，他说好，那我们就请他们。当我们进到军中去演讲的时候，我们也将这本圣经送给军人的时候，很奇妙的，从那一年开始，就在这个当中就没有因为再有闹自杀逃兵的事情。所以这位营长觉得哇，怎么有这么好的团体？他就向国防部来建立。国防部大家说非常好啊，因为现在国防部也很担心，就是这些有军人新兵进去有不良的一些比如说自杀还是逃兵的时候，他们要写很多报告，要跟很多立委做了一些报告，说他们头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正式进入，成为国防部邀请我们基甸会成为他会员。我想这个荣耀归我们的神，因为这是神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的会员，我们都会到军中去演讲。我们也特别为了军人印制了这个迷彩圣经，因为军人的夹克有很多的袋子，我们为了为他们印制了这样的一个迷彩圣经，好让他们不管是在演习、在操练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打开这本神的话，神的话成为他们最大的帮助，也成为他们最大的依靠。我们除了送给这些军人之外，我们还有特别印给所谓的警察跟消防局。大家都知道，警察是保家卫国，包括我们的消防人员为了救丧失生命，每一年都会从我们的报纸、我们电视看到这样的新闻，每次看到这样心理上很难过。其实他们的工作也是种高压力的工作，所以他们更需要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方便把这本迷彩圣经送给这些警察跟消防人员，所以我们也特别印出了送给这些警察。这个有一个鸽子送给警察的一本圣经，这个是送给消防人员，借着神的话，成为他们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成为他们最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也将这本圣经送到军警单位。刚才在第一场见证的时候，结束完牧师有跟我提，他说：如果你们的印出圣经有一些台语本的，有一些客家语的，
我觉得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建议。当然我们会考虑到它的实用性跟规模性，但是因为我本身在总会的圣经筹委会也是一个是成员，我想我们会带回去评估。但是我们现在除了这些经文之外，我们现在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外配啦，包括有一些外劳进到我们台湾来照顾这些老人，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自己的中文圣经之外，我们还有从印尼文、越南文、柬埔寨文、菲律宾文，我们还有缅甸文。刚才牧师说你们准备还可以印度的圣经，我说不用印，就直接跟印度买就好了，因为未来有可能很多的科技的人也会从印度引进来，因为台湾现在人口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传福音的地方，因为福音本来不是只有传，神要我们把福音传到每一个地方，传到世界国界。我想随着台湾的少子化，人口数的减少，我们从以前一年可以送出差不多将近60万本的圣经，但是这几年差不多都30几万本，甚至于我们去年总共送出不到30万本，所以我们更希望说，能够除了那5大的圣经目标，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神的话送给更多人，所以我们就鼓励每一个基甸会，只要在任何地方工作地方场合有机会就来传福音。所以我们有个人的圣经的这样的一本圣经，每个基甸会随时他的包包里面、车子里面可能都有好几本，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传福音，就把这本圣经来分享更多的人。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去年我们总共送出了将近27不到28万本的圣经，个人圣经的比例占了33%。如果这个部分再不动起来的话，可能我们送出去这本圣经更少，也就是更少的人去拿到神的话语。所以每一个基督会都非常清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他的使命。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将福音传遍为目标，把福音遍传为我们的责任。每个基督会也非常清楚，这是神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借着基督会的服事，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这个有意义、立志在台湾参与全世界的福音事工。因此，我们更需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支持。现在或许你会问，基督会需要大家怎么支持？首先，请为我们的事工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进行你们规则的事工来祷告。有许多人曾经问我们说为何你们会有这么多信主的见证？我们的答复是，就是因为你们的祷告，使我们在赠送圣经的时候可以高升到主的宝座前。所以，请继续为我们全世界现在200个国家的基甸会的赠送圣经的需求来祷告。你的祷告的支持是非常重要。我们恳求圣灵的动工，让每一个接受拿到这本圣经的人都愿意打开来看。也请为我们每一位基甸会员来祷告，因为每一次的圣经，每一次的一些圣经都会有许多的一些征战。再来邀请你一起来参与这领人归主的行动。我们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神今天对你的呼吁，就是要来领人归耶稣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在我们同胞中，其实还有许多人在寻求那独一的真神。神的责任是在呼召预备一位肯为主所用的人去为神做工。所以今天邀请你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感动，一直想为神所用，等一下结束完也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我们的同工来拿申请表，就可以非常简单，就可以加入基甸会，一起来行使神给我们的使命。第三，请为我们来奉献。大家知道，我们自送这本圣经给人家是不用钱的，不管是在旅馆那个精致的那个非常漂亮的圣经，都印制非常漂亮。印制圣经是送给人是不用钱的，但是我们的印制圣经是需要费用，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为着这本圣经来做奉献。我相信这是一个你最好的一个投资，你花的钱可能不很多，但是这本圣经确实带来了无限得着更多的灵魂，得现可以让更多人因着来信主。我相信因你的一个奉献，让人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对世界上而言来讲，这本圣经它是一辈子唯一的一本诗。当我们到国外去扩大圣经的时候，大家看到这张 PPT 上面左上角右上角那个就是永光化工的陈建信董事长。当我们到国外去做正生的时候，你会看你这些学生他们会簇拥而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学校去正经，到校外去正经，看学生要给他们把我们推开的时候，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不会气馁，我们觉得说相信有一天你会拿到这本圣经的。
但是在国外就不一样，所以到国外去证经，每一个基督会都有特别的感动，因为学生会出游而来，告诉你他要，因为到现在他可能只看到完整的第一本圣经，因为国家的贫穷，甚至有些人会跟我们要说要第二本，因为他想拿一本给他的家人。所以我们到国外去赠送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有这样的感动，因为看到这些国家的贫穷，事实上绝对不是我们目前生长在台湾可以了解的，因为他们的平均所得有些连平均所得还不到美金1000块，那种贫穷的程度，的确是我们生长在台湾没有办法了解。但是神要我们说，要把福音传遍到地级，就是传遍到每一个地方。你看这张图的右下角，那是一个学校，没有老师，没有教室，没有黑板，他在地上写字教他的学生。有时候跟你们讲说，哇，真的是有这么贫穷的国家，的确，全世界现在还有许多这样的国家。但是我们希望借着这本圣经，神的话，让更多人因为神成为他们的盼望，他们可以离开那一些贫穷，让他们知道怎么来努力，在他们的生命中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将这本圣经扩大正经，到全世界扩大正经的时候，我们的基督会就会走出去，来把神的话传给更多的人。我想我们在2017年，因为中华民国是1956年成立，到1994年，将近有40年的时间，我们印助费用多是由美国国总来帮助我们，就是那一些比较大的会员国来帮助我们。所以当中华民国在1994年，我们的印送圣经可以达到自给自给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每年有一款，我们就会回到美国去帮助。由美国总会去帮助这些需要研制的国家。我们早期也是被研制，我们是从1956年到1994年，我们才不用美国的一个帮忙。但是我们当时就非常感动，除了我们有能力去帮助人家，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中华民国的我们的理监事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我们有这种能力，我们为什么不更来帮助这些许多的国家？所以当时我们就发起一个5年的计划。当时我也在理监事里面，我们就发起这样计划，我们希望5年内在台湾能够送一本圣经，在国际上有一本圣经是台湾送出去的，也就是说，奉献的50% 必须回到美国去帮助，因为神要我们去做福音，要我们宣教。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有在旁边来做来把福音传给旁边的人，我们要到更多的宣教，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5年计划。但是感谢神，我们在2020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目标。所以现在每一年我们有50%，我们的会员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的金额50%回到美国国总去帮助，还有180个左右国家需要印助圣经费用的国家。所以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所奉献的钱，其实你们已经在做国外的宣教。有可能你印出来一本圣经送到这些非洲国家，送到这些战乱的国家，因为这本圣经得着一个灵魂。我相信这是神对最祝福的一个事工。所以我们当时在圣经里面，施比受会更为有福。其实国际基督会它是一个基督徒参与服事的一个平台，让每一个我们的会员可以彼此扶持鼓励。因此我们在家庭、在事业、在教会中，我们都是履行上帝赋予我们的一个责任。每一个，我相信不单是我们基督会，我相信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福音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也就是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最后再一次的谢谢牧师弟兄姐妹你们的支持和接纳，愿神祝福你们，也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同心做个祷告。主，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我们为国际基督的圣经奉献来祷告，感谢你通过这个事工，将圣经分送到世界各地，得到无私的心灵带来了救赎以及永恒的盼望。求你祝福这些圣经能够进入那些渴望寻求真理、需要你的爱与安慰的人手中。求你借着你的话改变生命，带来救恩，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经历你奇妙的恩典。我们也祈求你祝福高雄荣光堂教会的牧者以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你保守他们的工作、家庭，赐给他们智慧、力量与勇气，继续忠心的服侍你，传扬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副理事长为我们讲述信心的行动。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军人，然后我小时候就会常看到那个圣经，然后不管是旅馆还是医院都会看到。然后我印象最深刻还是我新训的时候，就刚好看到他们来在部队里面讲，然后每一个弟兄都有拿到圣经。那刚好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对那些拿到那个圣经的，然后跟他们说一点分享，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有兴趣，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这个部分还蛮多一些议题可以讨论的，所以我刚好就用这个机会，透过这些圣经去跟他们分享。那我觉得我们军中是蛮需要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因为刚好我们单位这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就是不幸的这个智障，然后1岁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刚好是在我面前了，所以我也是蛮受 shock 的。那我自己觉得说，神的话就像一柄利刃一样，刺穿我们的心，可以让我们就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可以得到安慰，然后他的话语可以安慰这些受伤的人，然后我们身为基督徒，在我们职场当中，我们用信心跟行动来帮助这些心理上有困病的人，然后看到他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关心他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用回应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第294首，称颂恩主。请做奉献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我们凭着信心将奉献在你面前，相信你是供应一切需要的主，求你悦纳我们凭信所摆上的，无论多少都成为荣耀你名的器皿，也坚固我们依靠你的心，在生活中学习凭信而行，不凭眼见。愿这奉献见证我们对你的信靠与顺服。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绍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是李义昭夫妇。好，是淑仪姐的女儿。好，那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另外一个是于佩如夫妇全家。是我们的老会友了啊，但是他带他的先生，还有这个新生儿来到我们当中啊，从美国回来啊。欢迎。接下来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然后唱到第二段的时候，一起彼此拱手问安。请。接下来报告教会事项。那欢迎第一次参加本堂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赐福你。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第二点，感谢副理事长郭学弟弟兄前来分享，谢谢。弟兄姐妹为基金会正经的事务关心奉献祷告。那第三点，教会小组长会议将于今日主日后12点45在201教室举行，请小组长带领一位小组同工一同参加。第四点，下周主日为5月份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领受上帝的赐福与恩典。第五点，真道神学院邀请本堂陈伟文牧师在4月30礼拜4至神学院正道，请为牧者传讲信息，晚访平安祷告。6. 以马忤斯姐妹旅将于4月30到5月3号在彰化径山举行，本堂潘慧珍传道前往参加，请为活动进行顺利及参加人员平安代祷。7. 总会教育委员会邀请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分享，南区分享日期在5月16礼拜六10点到11点半。题目是为什么孩子在走进教会破解流失关键，让家庭主动走进来，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8. 总会5月22礼
拜五，东吴大学国际会议厅举行63届联谊会，请为联谊会筹备事工关心祷告。那另外补充，南区联谊会会前祷告会在5月20号礼拜三晚上7点半于高雄卫礼堂举行，邀请弟兄姐妹参与守望祷告就。总会青年事工 NYF 夏令营全员陶醉中，在7月16到7月18，地点位于桃园龙潭渴望园区。学员的话是升到国一跟高3，费用是4000元；队服的话是升大2以上同工，费用是1000块。报名截止日期在5月31号前，由堂会统一报名。本堂青年报名相关辅助，请向办公室或传道。10. 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礼拜4晚上7点半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祷告。11. 总会建堂消息，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所需之建造款项祷告，求主赐下丰沛的资源何其使用，并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持续奉献。那奉献的话，请注明为总会建堂奉献。牧师呢，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补充哈。那可能大家在今天这个基甸会的一个分享当中，那除了我们有机会能够关心这个正经活动以外，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人，你的人生当中的第一本圣经可能就是基甸会的圣经啊，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来关心这样的一个事工，让我们可以能够有机会透过我们的奉献跟代祷，能够来关心这样的一个赠送圣经的活动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周报里面有看到这个夹的这个奉献袋，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奉献。那他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说，如果有需要转这个信用卡，也可以转信用卡的奉献也可以啊。那请弟兄姐妹来关心。那这些的奉献都可以有拿到这些的收据奉献的收据。好，那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各样的事工。那特别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刚刚我们在周报上面也有看到很多的暑假的活动。除了总会的这个 MYF 的夏令营以外，那我们自己教会也有举办儿童跟青少年的营会那我们自己的儿童的营会，我们有2个班，一个是音乐班歌唱音乐班，另外一个是这个烹饪的陪班。那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那我们另外有这个国高中以上的这个 AI 营，那也请弟兄姐妹我们来关心跟祷告。在7月的时候那我们会有在时间确定，会再跟大家做一些的这个公布。那也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为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年轻人来关心代祷，跟为他们来奉献。那特别我们今年的我们的年度目标，就是希望我们除了研读圣经以外，然后能够活出真道。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读经的当中，也能够来活出主的荣耀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主的生命当中，也有上帝的话来引领我们，给上帝来带领。好，那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总会的联谊会来祷告。那今年的联谊会有一个重要的事项要讨论我们的福音园是否要做这个一个 BOT 的案。那但是最近总会会都这边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蛮好的说明他说虽然我们很关心总会的财务的部分，但是其实我们更该把眼光放回到福音事工上所以不是只有在关心财务的方面，期待我们的卫理公会能够回到当初的福音的呼召，能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事工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为总会来更多关心跟祷告，让总会能够把我们的眼光跟焦点放在福音的事工上愿上帝的带领。以上谢谢。谢谢牧师补充。那接下来会众请起立，一起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
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行出主你所喜悦的样式。愿你施恩来看顾，也让我们靠你而得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在订阅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